나, 되는데, 저기, 지체, 니마, 记住的，送不下的要的。那么今那早天上，是我们拉来几春季米，我课打搞不程的去不的。第3天。一那昨天呢，样的，我们讨论人类了现象的，许多有拉来关几米的说，上师的常常要特征忙他的，特质，然后多但多就有的时候说不出他，这个经典中这个描我述的鸟了，这些特质太那都多了，得，我如果我你这们没有里啊，办法这个这将它个这个碰总结到，归纳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就会变等于得啥呢？更加复杂，那对几米实际知道他们的帮这边多少帮助点？并不大。嘛就写都点评呢，因此，那这样如果将这些特他不质我们如不接都是简要的、啥点评呢？概括那的来说的高档话，我觉得别个比较好。名啊个写把单见面的主有个那么，首先大话像冈波巴送点个，大师达波仁可能让波切，你啷个查的个的，那么他是一位同时修持噶当派估计的口诀学不了啊，教法，还有密勒日巴的修行说传承教法的这样一位大师。嗯，像他大不如就一生可能你那当中呢，样根本那些作文者，最主要就是老么的致力于说来啊，呢，自身的如果来修行啊这些实践。都作文者不谈了点钱呢，那不要紧，而且呢，他也专就你注于这边选择秋季查修的话的。行并鼓励他人这张这样去统计实修，数据这样子看的写不所以他就中的，成为了哪里我有个藏传佛教里面牛啊这个中者，实修传承教法的从一个原本印度伟啥的，大的哪都不到开创者。全部原本不得，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原印他的教言的度啥呢？时候，你可以看到，就不只是空的，干干的文字那那不只是起你空谈，这边多多而是与都是选哪些，实际修行经验相这就是结合印度的这样的让教言，啊最近所以极具教言人家的开始不所以是吧？极具这个那这样价值的。他不如这个送，他的初学领子嘛，那么他第二天对拿了于就是卡布冈波巴大拉去嘛。师对于上师特质的简要的一个那概述，我觉得就非常的那么的重要。建议在多多人比他的的忙一不这个部法会开会集写呀的，开这个示集上网了别当中多绿比呢，还能那么就有提到说，送个拿了两多人，虽然经序中广泛讲述了上师的送个别看特质，的是那么但样，总结起他不来呢，的需要绿具备比干嘛三点。写不起过来，首先，第一点是你不的传承能去教法不间断；上了土地写不起过来，第二是上师他的送不的性格要很那边好，而且要老板具备他的就不慈悲。给点都容易去过来去去，第三个是他的。舍弃低劣的心态，当然能成为的说升起恭敬心的那那个对象。青年的，就多多日日算那些的，全真送了吧，对那些所以你送吧。可以看到，高波巴大师他就将这些，所有经序当中的内容然后这第总结了三天三点，别个来初学的拿了就是来呀，上师的特质总结这三点。然后就不另外呢，送了哇。第一上是对不起，二上，那是的，这个青杜松青初中前霸那边，那么那边他也青年在一个那些法会开没送吧，示集当干的中也说要嘛，过，那是忙不出虽然啥的。密宗和显宗你那样的每部子啊，他们就经典随便都多有提到上多日师的特质，这多多这不的，哎那那么他不如去给，但大的说是呢，都是呢，经要上真的了对他讲，就像是冈波巴其实大师性别观呢，所说的，先给他们这，断绝今你是生性牵挂，别观呢，老么也玩以没大智到这个慧引导过来是啦，他人那么去走上多多的，正道，天送个走上那多修行的这个正道，然啊，后以不送哇，大悲心不舍弃真的了弟子，对他讲吧，这样的其实人呢，性别观呢，就是先给合格的他们这，上师。你是性别观呢，老么也玩没到这个过来是，天送那多的是直接送下。所以就然后这像个是杜松给前巴这个也这样子他不如去谈到，送的呀，啊，就多就不如去当，别我那是那个哪两个团里呢，大几篇都全部都计划去，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非常简要概要的一个大叙述，而体那样，且对于我们实际的经验这那么装实好了去，修上也是那非常的这那么装重要的。好了全部都是新兵，但当还有然这个像宗喀巴大全看不师，见来，但看那么不清不他也是一下的啊，位精通啥那些显密光是经论的送的这样呢，一位做的。大的陆羽啊，兄弟的这里啊，孔雀呢，俺那那送么他的那教言呢，大主要是陆的依据了原文就是啥呢？经序，俺那可还能这有边给很多拉拢注解的这边而拿讲述的。了了呀，啊，所以在他呢对然后就于事实法无实那颂的这个边是注解当拿中呢，多少就有对呢？提到，现在的这些是就给你送了，如那给你果将送了啥呢？这些经序当中的要哎呢，点归纳多少对的话，位呢？那么去你的了呀？年纪小啊，提智慧不起过的弟子那你写应的看不该寻找掉。具备5种功德提的不出门上师。第一个是出门嘛，大你得感悲心，觉离不第二个线，是对大乘有有坚些提定不移的信心，离不了线都看第不见。三是通达共振如果是与不共振的年纪大的，论著，往不推啊，这第些大四个是极家都感觉为善巧全安的是引导弟子的次第，过来第五，是，由于约束这里如果全安身语的的，意的不良咱行为那么去而调伏念佛呢，咱就诸根。落在地方那边，那么查过二的这些，得送那多啊。然后这样啊，最近老教学生了几，开心不是多所以我觉得少这样多。
这也是我们很重要 근데 从 양측리안 要知道的。 장글로르타이 宗喀巴大师 장군 是怎么说 군주르부치 的？ 군주 군진 당보 장군로르타이 那么还有第一世的讲共仁波切，就是讲共罗卓太也。那么他也是在藏地可以说是学识最广博的一位大师，受到了各大教派的这个公认的一位大师。他在他的这个著作《知识宝藏》当中就说到过，那么也是将这个关于上师的特质他全部总结起来，包括了有什么呢？有哪几点呢？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从金刚持至今的成熟解脱传承不间断，而且未曾混入过各种的杂质各种的错误在里面。第二，持守戒律、誓言和修行。第三个，具有代代相传的口诀。第四个，通达佛经论点及特别是尤其是密续的意义。再来最后一个第五个是具有利他的慈悲心。所以他就说，这是密乘的上师就要具备这样子的5种的特质。Tene taa na shingi taa nga zui nungi lama lama sayade zu taa nga zui ji sanga lama de nga 那 la 么 maa che ji taa ngi 特 nga 别 zui 呢，na sanga lama 呃，saya taa 我们讲到很多 nyawa 上 chakwa 师、chok 上 ki 师这 yeri 样的 ni 用词， nyong 在 taa nga la 前一堂 zui 课当中也 ji 谈 zwa na 到 la 上 lama 师有 lama 分 tam ji 为 san 5 wang 种、6 shi 种 se 等 ki 等lama 但 tela 现 ya 在我们通 da 常 ji 大部分一 jiwa 听到上师 zu tela ya 这 lama 个称 tela ya 呼呢， shi yong di yor 主要是指 taa 我 wana ji 们向他 wang 请 shi 求 se 灌顶， ki lama 或者说taa tela 值得 ya 我们 ji 向他 ma 请求 tang 灌 ya 顶这样的一位 신이 딘들지 导师，我们 상고래 叫上 지게 师。 도스지 기자 TV입니다. 다다 那么 제르부지 关于这样 응어름 的 지는 上师他 나로래야. 最基本应该具备什么 가르송이라 样的特质 써놨다다. 呢？那么宗喀巴大师在 배리야. 密宗道次第广论 딱선지 中有这么一段 겹쳐버리네. 话 제르부지全백걸로 딩이야나다 배리야. 기루 망부 개바도 주변 망부 좋은 사러 봐. 他就提到 인도산에 说， 다 되게 벽이 개바 탐지 얘기. 在藏地呢，诸位智者认为呢，必须具备3个条件，就是这样一个给予我们灌顶，或者我们值得向他求灌顶的上师，他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个，这位上师要完整获得过灌顶，而且遵守誓言和戒律。第二个是透过见过上师传承的实修而了解10种真性并且精通灌顶仪轨。再来是最后一个是曾经修完前行，得到本尊的允许或未被禁止等等。所以这是在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有这样提到。所以前面我们这里讲到了像冈波巴大师、杜松前巴、总共罗珠太一等等，还有宗喀巴大师的解释，尤其这里提到了我们特别如果是要求得灌顶的上师，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总之呢，这些我们听到了很多，这次也学到了很多关于上师特质的不同的说法。那么，当我们仔细去观察、去思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会真的感受到、发现到说，具备这样所有特质的上师，真的是像佛陀一般的稀有。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具德上师那么很自然就会升起这种他是真实佛陀的这种观念。那这是一方面那么上师如佛陀般稀有，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看完这么多的特质之后，也会觉得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要完全具备所有特质的上师，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由于很难找到完全具备这些特质的上师，所以在这个优陀那品当中就提到：一指低劣者会退步，一指相当者保持现状，一指高尚者能获得殊胜。因此，我们应当医治比自己更高尚的人。有这么一段话。所以，即使呢，我们无法找到一直到一位，就像前面所说那样，完全没有过失，而且具备一切功德的上师，就是如此的具备一切功德、远离一切过失的上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获得，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应该要避开过失与功德呢相等，或者过失这个较多的上师。也就是说，如果某位上师他的过失跟功德相等，那我们也要避开这样的上师。当然，过失较多的上师，我们是要避开他的。那么要医治的是谁呢？是功德多过于过失的上师，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是在真实医治这样一部论中也提到，在这个斗争时代的影响下，就是末法时代影响下呢，上师存在过失与功德混杂的一种情况，绝非所有人都能完全远离过失，因此应当详细观察功德较多者，然后弟子们应该要医治这样子的上师。所以这也是说，在这里很清楚提到说，在这样一个末法时代要找到一位具备一切功德、远离一切过失的上师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困难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呢，我们要认知到一点，就是上师呢，不是随意我们就能够医治的一个对象。不是说只要他能够给予灌顶，手上拿着宝瓶放在我们头上的这个人，他就是上师，我们就能医治他，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医治上师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为了成就自己今生来世的一切的愿望。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尽可能保持理性这种或者说客观中立的这个态度，真正很理性的去观察我要医治的这个上师他是不是具备了这些特质，而且呢就是要放眼比较长远，而不就是一下见到他感觉很有感觉，所以不是一时的这种情感。同时呢，也不要受他人的传言或者别人的指示，或者很多时候是他就是很固执等等，这他自己太固执了就总之很多固执的意见甚至就是说别人很固执，说你一定要去跟随这位上师，然后压着你去见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都不要受到这些因素影响。换句话说，医治上师你是非常需要谨慎的。那么，但是当你观察之后，一旦决定要医治上师，医治了他，那么无论之后再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应该失去信心，还有誓言。那么那个时候医治了之后，如果确定他100%不具备某些特质，那也应该保持距离保持这种中立，不要出言批评，
否则呢会有严重的过失。因为呢，如果这样批评的话呢，你就会违背了，或者说啊、就是未来再见到上师的一些缘起就会被破坏掉。所以呢，依止上师是必须非常谨慎行事的。这是当然是说观察之后，依止上师之后那么都要特别的，更是要特别的注意的。那么在上堂课当中我们讲解了上师好多的特质。好，那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位具备特征的上师，那么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像冈波巴大师在他的法会教言集当中就有提到一段话，他说：因此，当具德上师和堪为法器的弟子相聚时，刹那间便能成就一切功德。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强调说，冈波巴大师强调说是具德上师还有堪为法器的弟子，这些条件都相聚的时候，功德就能刹那的完成。那么冈波巴大师在他另一部教言是杜松前巴问答集当中也提到，当一位正悟的上师为一位合格的这个弟子赐予真实的加持的时候，那么一切的功德呢，都能在刹那间汇聚，这就是法性真理。那么这样的弟子，他会获得三世一切上师的加持，他会获得一切经论的加持，也会获得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甚至呢，一切空行护法也会集聚在那里所以这里呢，就谈到这个加持加持这个词。所以一般来说呢，这里冈波巴大师继续他就讲，他说一般而言呢，一切大乘的法都源于加持，特别是一切的密法更是源于加持。尤其那洛巴的教法，噶举派的教法完全源于加持。我的这个传承成就者无有间断，属于加持的教派。由于噶举的兴盛，上师能力弟子承受解脱，而弟子呢，则如顶戴珍宝，如护眼珠般的真心的爱戴他的上师。还有呢，藏巴噶热大师在他的道格当中呢也说过，如果对于上师的前进心没有离开，就是没有舍离你这样的信心前进心的话，虽未通达佛法已足够，无有口传教言呢也足够，禅修境界没有升起也足够，本尊感应就算没有也足够。就说本尊感应的这种深切的感应也就足够了，空行护法的守护呢也足够了，财神守护聚宝也足够了，还有施主的这个福田呢也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这里就说上师对上师的前进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具备了这样子的虔诚心的时候，这一切都足够了，都圆满了。所以就像前面这里提到，不仅在密乘当中，上师非常重要，尤其在噶举传承当中，这个师徒的关系更是受到重视。我们说上师给予弟子加持，弟子呢也对上师是非常的珍惜的，非常珍爱的，虔诚的。我们在很多的祖师传记当中都看到师徒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样子的上师的重要性，还有它的特质。那么接着具德的上师，我们要如何依止呢？在依止时，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那么释师法五师颂接下来也谈到这样的内容了。那如果按照宗喀巴大师对于释师法五师颂的科判来解释，会比较容易理解哦。Ascolta le mane je zonga be simbe gene la manga bjibe sabje jawi milana de la de xeba ni ni ge ba sa de la ma den be su din su xie be ju xie ne ne rong de chao zhi su mi ye che ana la ma den be su de le ya ji de dian ba te mi se den zu tuan du ba zhi su mi ye che da de ne din zu ji de dian ba sa de la ya an tuan zhe ni ye che大体呢，定住我一天下不得了，那么定住多点吧，给不下不啥你也不去。那么这里提到说，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依止上师的之法的广说的部分了。那么在广说依止之法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远离不净，再来是云和修净。那么远离不净呢，又分为四个部分，一个是远离轻毁，远离触恼其心，第三个是说不现见祸患，第四是总摄共益，有这四个。那么这里呢，首先讲述的是要如何远离舍弃、远离对于上师不敬的各种的行为。那么其中呢，就提到了，比如说要远离对于上师的轻毁、轻视跟诋毁，还有远离这个恼触上师之心等等几个方面。那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么要找到那样一位具备特征特质的上师，那么并且呢，从他那里求得这个灌顶、口传和教授，那么这时候师徒的关系就建立了。那建立了师徒关系之后，就必须要持守相关的誓言。那么，曾经在《竹巴棍类》是有一段故事，在他传记中提到，有些人说呢，就有些人就问这个竹巴棍类，在某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大师，有一位喇嘛，大上师正在给予伟大的灌顶仪式，那你要去吗？你为何不去参加呢？那么竹巴棍类就回答了，他说，如果接受灌顶之后不需要守护密乘的誓言就能够成佛的话，那么我就会去求的灌顶。那如果不是这样子，而是需要像是所有密续典籍所说的那样，要持守誓言，那么我会害怕，我会恐惧的，我就不会去接受这个灌顶，我不会随便的去跟随某一位上师去这个灌顶。那么周巴坤呢还接着说，他说很多人呢认为，什么叫做持守誓言啊？他们以为只要服从上师的这个指示，
然后不升起邪见就足够了。但是所谓服从上师的指示哦，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如果要服从的是具有资格，就是具德的喇嘛上师，那任何非法的行为哦，都会违背了他的教导，因此很难守护誓言。如果是喇嘛是不具德的话，那么在世间法跟佛法各方面啊，都很容易轻易的服侍他，这样反而容易一些。如果服从的，如果依止的是这样一位具格的喇嘛上师的话，那任何只要是违背佛法、非法的行为哦，那你都等于是违背了这样一位上师的教导，所以是很难守护誓言的。等等，那么讲到密谶的这个誓言呢，就非常多了，有几万条这个誓言等等。但是最根本这个誓言啊，它主要就是还是跟上师有关的。所以冈波巴大师就在教言中说过，一指具得上师哦，就是密谶道法就近的这个誓言，因此务必要谨慎的手持这些誓言。所以呢，弟子必须手持一指上师的各种誓言。那这样的持守誓言这个概念跟我们现代人讲到法律中有提到说违反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样概念是不同的。那么在一些很多一些比较进步的国家都很重视这种法律嘛，但是和这种法律中违反规定就会受到惩罚的概念是不同的。那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法规定太多了，那么好像就做不到，觉得很困难。它不就是这些死板板的这种规定你违反规定就会受到惩罚，它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密乘的誓言，它的每一个戒条都与弟子他自身的修行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过去很多的这些戒条那么的确也都是这个弟子修行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困难这个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因此呢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戒条。对，并不是这种死板板的一些规定而是跟弟子他在修行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困难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能够持守这些戒条的话，你等于是说就保护了自己在修行的路上能够避免很多这些过错。所以这就是说，每一条戒条都跟我们自身修行是有直接相关的，是能够直接保护、帮助到你的。
那这是一点。탐지 사야 돼. 第二 라마 点呢，就是 니게 说 송고 아 쳐야 誓言，很多人 야 说我们以 사실 为 성경 是只有 나와라. 弟子 아니 这边要 탐 遵 지 守的， 사야 돼. 并不是哦。 라메 因为 망세 誓言 라메 呢 송고 是 아서 师徒 제 双方都 아니 必须 라마고 守护的， 가르치는 지댕에서 내가 나와 不是 셔 说啊弟子很 되게 认真的 자원이 持 있어요. 守三昧耶戒 봐라. 誓 라마다 言， 라마니가 然后上师 딱 他什么 그래. 都不管，很随 그런지 便， 라마 这样 대야 是也 그 不是 라마 这样的 치다 哦。 지금 라마 차도 열어봐다. 근데 이 주사는 다 간다. 거기 가르쳐야 라마 인라 라마 인베 모드다 무슨 무지들이 샤면 다 간다 가야는 가르쳐야지. 탐지 사야 돼. 라마 니게 对，송고 如果说 쳐 认为 열어봐. 只有 라마 弟 집이 子需 송고 要守 쳐 护 열어봐. 誓言，然 다 后上师 되라는지 不 당연히 必 본드 守护的 슈바가 话， 있으면 다 这样的想 당하고 法是完全 상 错 라메 误的。 나로 자동 주시 소용 용배 걸려야 所以同样 자동 像 주시 난거 당고지 14根 같이 本堕 도지 罪无 지네 上密续 이런 当 노래 中 제라서 대회 的 대라 第一条 녀바 是什么呢？ 就是 자동 提到 당고 说， 시에스 因为金刚持曾说 자동도 成就 당고래 是随从上师 라말레야 而来， 냅제시야다 因此对 라말레야 于上师 아니 轻毁 군딥시야 是第一条根 아다티소 本堕罪。 당고대 아니 자동나 당고대 所以就 되시야 像是第一 그래서 条堕罪这里所 자동 形容的，我们 라말레야 要避免 냅제시야다 这种 라말레야 轻视 자동 或者说诋毁、辱骂上师。 아 라메 자동 나가 당보 안에 라마 님의 임바든시 응업주바 라마 所以 응업주바 同样，我们这一次 비나로라야 学到的这一部《世 라마 事 라 法 녀바 五十颂》， 메발라 소바 먹으바 也 봉수제 是首 당고로 先哦，就 송이 讲到了 되네 안에 要如何避 라말레야 免 안에 这个轻视、 수신데 诋毁 임바데 等等啊 림기수 这种不恭敬上师的 디와레야 行为， 림기수 소고도와 되네 다 당보 然后接着才 라마나 녀바 逐渐的 봉데 会再讲到进一 녀바 步讲 봉어 到说 때문에 恭敬 수기 供养上师的 가르에 方法。 주비나 那么，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对于上师的轻毁哦、轻视跟诋毁等等。那么这个颂文是什么呢？ 다들 질대만 봤어. 다 녀바봉 질대만 봤더라. 진정고라 삼체네. 로마르 균에 녀나네스. 상계 탐지 녀베나. 티네 다도 동에 톱스. 所以这里用的是宋朝的日称已时的“若比求法者于师生轻毁，则帮诸如来常得诸苦 다디 恼。” 빈다 가르송을 사나 다디 제송하고 집에 제베 나노라.这些괴나 디 시샤체는 마슈비나. 디스 야가면로 선선을. 那我觉得这里按照宗喀巴大师对于这个颂文的解释哦很详细哦，所以这里稍微的引用。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如果我们对于一位具备了前面谈到了具备那样特征特质的具德上师哦，轻视他或毁谤他的话，那么将会很长时间不停的经验痛苦。 메라땅베이나 아니 따도베 뒤따도 아니 동해가 쳐와 유미세바 중고레스 다 전화도 드려주셔야 되고 대야 아니 베네 라마텔레야 메라 등수루 간데레스 라비나 那么如何呢才算是这个轻毁上师呢？那么也就是比如说刻意的说上师他没有智慧，或者说是很愚蠢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形容啊的话，这种就是要刻意的有心这么做的话，这就是轻毁。 아는 가서 라마테 녜바 체베이나 아는 상게 탐지 녜바 두르스 가레사나 나다 도질로베 체베이나 상게 탐지 체베 배연 토구를 수어로 봐 배연 기갑을 삼았다나 아니 도질로베 체베이나 상게 탐지 체베 배연 주고래 따이네야 텔레 도데 지 녜바 사베 왕도 체베이네야 다 라말레야 아니 메바 체베이나 상게 탐지 메바 체베 지고 체레 송이버 所以呢，在一部论中呢，就有提到说，轻视上师哦，就是轻视一切佛，有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说呢，轻视上师哦，会长期感受痛苦的原因就这样这里。
就像这里哦，라마를 구입했으면 所以就像经中也有 개인식으로 说过， 주고지인데 供养金刚 내 上师就等 글레레에서 同于 금생 供养诸 가베레스입니다. 佛是一样的。 아들야다 김새 망부 예배나 김새는 찍 다 김새는 카시에 슈비 나와 찍디 가레사나 빼나 마시 对 키아나만 于 솔레디 对于 냠냠이나 上师， 아주 轻视是 슌슌저리야 严重过失哦，而 다다 对上师恭敬有重大的利益 멤버들산 的。 삼삼 那这里可以举一些例 멤버들산에 子。 에네 那么举个例子， 가르쳐줬잖아 像그 不晓得 멤버가 大家有没 가르쳐줘 有 아주 试 지 过哦， 매자하세야지 로봇에서 매자하세야지 기아야 但是 내 像我 도가 们小时候在 가르쳐 牧区哦， 매바야 是有这 지어로 样试过的， 매자하세야지 就是这个 개발 放大镜， 내가 기아지 然后 아, 대 我们会 뇌가 将这个 가르쳐는 阳 거 光哦，透过这个 매바야 放 지 大镜， 걸어 然后 나도 呢， 지 무상의 시 照在那个 주제로 干 있어 草上面， 就 나도 能点 gas 燃这个干 매바야 草。 충분히 기아요 농기 매바다 gas 매바다 기아요 말고 세상 因为 지상 在 那 임베베 个牧区的话是没有那样子的， 하는 呃， 개발이야 매자 一般像瓦 다드시디 斯啊这种生活的条件哦， 미메색 所以有的 사자들이 时候呢，我们就会带着 야 가수지 탑 탑이야 랑세는 매바르고 삼비나 아니 디 所以 도가 如果要 가세 在牧区那边又没有这样子的瓦斯啊 내년도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 야 就会要自己 세다지 生火。 가르스나야 미카세 또시 저버 예딩이 돼서 메시인데요 但你没写进去也不行，没写进来呀，那有一些人条件比较好，就会有这个像这种放大镜，他们会带在身上。所以呢，他们就会用这个放大镜照在那个干草上，然后阳光透过这个放大镜，然后就能就像刚刚说点燃这个干草。 드레일산에 아니 기시 메시에 매베나 가서 니메 지불을 때네 아니 所 자와라 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放大镜的话哦， 메시에 때는 就只是 때네 阳光照射， 니메 它是 메시에 没有办 법주 法 아니 让这 될라 个 때에는 干草烧起 자와라 来的， 매벌 没有办法点燃它的。 어다 근데 되는 시체세 아니 라마사데 아니 메시에다 所以 지불 就像这个比喻哦，这里的比喻 이 的放 상계 大镜就是说 겨세다 上 되는 师， 틀레네 니메 上师就像是放大 이네 镜。 아다디 니메 那么诸佛 겨세다 菩 되는 萨的 틀레네 事业就 아니 像是阳光， 라마 메시에다 자와 디가야 법주세 아니 되네 所以我们要让诸佛菩萨 도메 事 이시 业这个 자와가 阳 되네 光 아니 哦， 메 바르주고 와레스 照在这个上师的这个放大镜， 근데 透过它， 인도산에 那 아니 么 라마사데 甘草就是我们的 상계를 心哦， 선주 那么就 선바도 能够 되게 点 칠레 燃我们的心，是这样的 런이는 意思的。 유야게 죽은다고 차려요 所以我们说上师哦， 아세베 它 대가 상계를 很重 선주 要，因为 선바도 它就像是 그게 一切诸 막 佛菩萨 이 事业 주제 融入自 미벌로 身的那 다 个 틀려요 那个媒 근데 介， 인도산에 或者说那个 라마 入口。 상계를 선주 선바디 아니 라마 대게다 코발을 슈고스는 저거도 야면은 지 라마 tel라 댄세네 아니 맞을이야 칠럼주가 알이야 죽은도지 帮 주가 助我 그래 们 가서다 上师能够帮助我们得到 넘부주부디 一切诸 아니 佛菩萨 라마 的 샤리아스 这个加持。 김진시레스 김생이 바다 가라사다 런이레베 쳐도 투몽 우주 남바니 전겐데 라마 那 샤리 么同时呢，上师呢是赐予我们共同跟殊胜成就的这个施予者。所以为什么讲这里这一段，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轻视这样的上师哦，那这个过失一定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根本不需要怀疑的。而且呢，如果从业力因果的角度来看，那么在声闻经教中也有提到4种积极福德的福田，就像是俱舍论中就有提到父母病法师，最后生菩萨，设非正圣者，施果亦无量。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我们有4种特殊的福田，一个是众生，第二个是苦难，第3是利益，第4是功德福田。那在这里上师善知识哦，就被说成是利益的福田。世亲论师他就在俱舍论的自释当中进一步解释到，有人问说，那么说法者就是指上师、导师、善知识，他是属于4种特殊福田中的哪一类呢？那世亲菩萨就回答说，他属于利益福田。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给予无明的、盲目的、
迷惑的这些众生啊，다는 啊， 신기하다. 打开他们 이 智慧之 각로에 眼，而 겨와다 且他 미게베 能，而 랑도르기 且善知识上 미쟁겐다. 师会开示 다는 这种 신기하다. 顺 가다 逆之理哦， 상계기 칠레 帮 챙기기 助成就无 개베시 漏法身。 인두산에 所以， 디균산데네. 由于 그네 呢，他能够执行佛陀的一切誓 인제베 言，所以是 자주시 伟大的 시소로와. 这个很殊 대단 胜的善知识。 디균산데네 딱고 상하지고 말해. 년도기 되는 기준 所以 나올래. 你会看到，不 아마디 只是在 너무 密乘中非 열심히 常 계속 重视上师善知识， 템바오의 신 那么这里是俱舍论哦，在声闻乘的典籍当中呢，也非常重视这个善知识上师 다른 的。 신기에 안 타보는 무식이 还有在冈波 나타나로래. 巴大师的他的传记当中， 타보는 我们也 무식이 有这样一段记 라마마 载。 공기 건드지 나도 건드지 가라서나 아니 최지 류지를 상계 공파 토그레 지지 就 숭고도와 有弟子问他 다들 说： 전에 덴바레 冈波巴大师啊，您曾经说过可以在一生一世中成佛， 所以弟子就说这是真实的吗？ 가르송도산 다들 최지 류지를 상계 시바잠레마도 다들 바지 최지 류지를 상계에서 아데베 바지 영화 那 간다고 그랬을 弟子们也说，因为很多人说呢，谢谢这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不一定真的能成佛吧。那么，有人能在一生中成佛吧？ 那么曾经冈波巴大师哦，那么他就说了一段，他说他也曾经问过尊者弥勒日巴尊者，当时弥勒尊者的回答是：如果是具足条件的上师，就具德的上师，还有具备法器的弟子相遇的话，就合格的弟子相遇的话，上等者能在今生成佛，中等者能在中阴境界成佛，下等者能在下一世成佛。若不能在这些阶段成佛，就必定会转生地狱道。那么贡波巴大师呢，曾经呢，他也向尊者弥勒日巴请教，尊者也回答说，就是说，因为贡波巴大师当时呢，就对于说，什么是累积福德最有利的方法哦？他问了很多噶当派的上师请教过这个问题。在之后呢，他就又向尊者密勒日巴请教同样的这个问题哦，就说什么样才是累积福德最有利的这个方法？那当时密勒日巴尊者就回答说：依照上师的教言，精进修行，以虔诚恭敬心向上师祈请，并且如法的修持，这才是最大的福德。 所以呢，我们说上师他是最殊胜的这个福田。总之呢，对上师而升起越大的信心，就能获得越大的加持哦。就像冈波巴大师也说过，他说最上等的虔信会得到最上等的加持，中等的虔信会得到中等的加持，下等的虔信呢，也只会得到下等的加持。 다다 지준 밀라레베게 간보발라 송여어바 하나 마온발야다 지단 曾经呢，尊者也对冈波巴大师说过，就是当时冈波巴大师去见尊者的时候，那记载中说，其实在还没见到这个尊者之前，冈波巴大师只是听到了尊者的名号，他就流下了眼泪。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虔信心是非常真实的。那后来他真的见到了尊者之后，并且跟随他学习之后，他更升起了，加深了他的信心。当时尊者就说：未来呢，你会有比现在对我这种虔敬心还
你的前进心会更加的深刻，会更强大。 所以，如果只是一般的信心，那也就是得到一般的加持了。但是如果升起的是这种非常真实的这种信心了，就真的未来就能够真正了悟心性。所以那时候尊者就说，未来你会有更强大的信心时候，那时候你就真的能够领悟到你的心性。 유배 까마체바 응주상아 투지체와 멤베 로바데 쿠바게베 덴도롱아지 고유에 송송아 다 디나네 신이 숨바데 那么就像是冈波巴大师曾 신이 经说过，숨바데야 刚刚我们有提到过，上师的三种条件，就是具有不间断的传承，性格良善，具备大的慈悲，然后舍弃卑劣心态，成为弟子升起恭敬的对象。关于这第三个条件，又分为两种，第一个是自己能对他升起恭敬心，第二个是能成为他人升起恭敬心的对象。 所以在解释呢，自己对他升起恭敬心，这个时候，冈波巴大师就说，如果认为这位上师的教授比较少，证悟呢也比较低，我的教授更多，我的加持更大，然后证悟更高。如果这样子轻视上师，带着傲慢，那么不论遗址再久，时间再长，都不会获得加持，然后正悟呢也不会在心中升起。所以就像这句话说，如果对上师有信心的话哦，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不然什么都加持正悟都得不到。尤其如果更是带着傲慢而依止的话呢，啊、不恭敬，过失是很大的。比如说，世尊、佛世尊哦，佛陀就在大乘经典中哦，多次的提到，傲慢是获得功德的很大的障碍。他在《三摩地王经》中就有这么提到过一段公案，他说，当时佛陀在过去世，就是转为这个转轮圣王的时候，他曾经能够统摄一切哦，乃至天界。但有一次呢，他就抵达33天的时候，那因为连帝释天呢都前来迎接他，所以这个转轮圣王呢，当下就升起了巨大的这种傲慢，还有竞争的心。就在他升起傲慢心、竞争心的那一刻，刹那间，神通力就消失了，他就坠落到了南瞻部中，然后命中就死亡了。这是佛陀他自己提到的一个公案啊，所以就说啊，过去我也是因为傲慢而有极大的过失。同样在华严经中呢，也有谈到过亲近善知识哦，就上师的时候，你要具备9种心态，其中一个心态是什么？要离开骄慢，要舍离这个傲慢哦，要像是什么呢？要叫像是除愤的人呢、这原文啊，中文华严经说，应发如除愤人的心，离骄慢。那在藏文里面就像是说，藏文里面意思就是说，就是消除，就像是这个清洁，打扫的人是一样，要有那样子的心哦，就是要保持谦卑，然后远离这个骄傲的。那么过去呢，楚布寺里面就有这一句话，就是噶玛巴，对我只要有信心的人就不会落入到恶道。但如果对我生傲慢的话呢，你就只会往下走，不可能往上。所以如果觉得说，所以这里说随时都要保持自己这种谦卑啊，低于上师的心态。
不然很多时候如果总是觉得说啊，我跟上司也没什么多大差别吧，就是他只不过有一个很高的响亮的名号而已吧。如果这样带着这样的心也是不行的。其实别说上司了，其实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哦，刚开始的时候啊，还互相蛮有这个礼貌的，或者说互相也都相敬如宾哦，这个。但是慢慢后来熟了之后呢，结果就就互相不再尊敬了，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等等。所以总之这里讲回来哦，就是说不能够升起这种傲慢的心，那随时要保持呢自己是低于上师的这个心态，就像《华严经》里面提到的，就像是除粪的，就像清除这个粪便的人的这个心啊是一样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同样呢，噶当派的祖师们啊也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在傲慢的高地上，功德之水是无法积聚的。所以呢，如果自己要进步，不管是学识上、修持上要有进步，那你就必须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有什么缺点。那你能够看得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也自然就能保持这个谦卑，就会觉得说啊，我这个学习还不够啊，我的修行还不够。不然，如果总觉得说啊，我什么我都懂，我都知道，那这样是你学不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任何进步的。不只是这样，第一个看到自己的问题跟缺点，而且呢，进一步要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那么你才会学得到东西哦。不然的很傲慢的人啊，是总是觉得高人一等，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所以，尤其看到像密续金刚乘的教法里面也有提到，如果觉得我自己胜过上师的话，根本丝毫功德都升不起来的，而且已有的功德呢也会衰减。过去呢，有一位这个圣乐金刚成就的一位大师叫那波巴，那么他曾经呢违背这个上师啊叫扎兰达拉的一个教言，因为他不听从上师的这个教授，总之他就不听从，他就自己进入这个实修了。那后来呢，他的事业很广大，然后被上千弟子围绕。因为当时上师说他还没有到实修的时机哦，他不听从就去实修了。所以后来呢，他被上千弟子围绕的时候，他乘船到这个一个地方的时候，这时候船呢就突然沉到了水中，其他人呢也都坠到了，就是落水了。那唯有这个纳波宝他一个人哦，没有沉到水中，他就有神通力嘛，他就行走在这个水面上。那当时呢，闹波巴心中升起了，他怎么想呢？他就升起了傲慢了。他就想到说，哇，我能够行走在这个水面上，这样的神通恐怕连我的上师也没有。
当他一升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的神通立刻就消失了，他就沉入水中。他那时候大概是很痛苦吧，大概快死了，快淹死了。这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上师就出现在空中，就把他臭骂了一顿，训斥他。那这时候那波巴呢，就向这个上师忏悔。上师这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你啊，今生，虽然没有办法获得最高的成就，但是如果呢你著作一些论点的话，你来世就能够获得最高的成就。”这是相关的一些历史记载，有这样写到。他是印度的一位大成就者。那我们藏地的这个祖师呢，也有一些这样的故事。我们会说，啊、我们会说尊者的弟子有两个，如同太阳般的是冈波巴大师，那么像月亮般的是惹琼巴。那虽然这里说哦，他是尊者的星子，惹琼巴是星子像月亮一般，但是呢，他其实也曾经多次对于密勒日巴尊者是不恭敬的，违背了他的这个教言的。那举例来说，那么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呢，惹琼巴他去过印度蛮多次的。那么有一次他到印度就去见了这个地普巴，还有像玛吉祖贝典莫一些大师。那么他就求到了一些法，像是空行母的法门呐、等等。那么在回程的途中呢，就遇到了一个外道。当时这个外道就对着琼巴说：“哦，他说呢，你现在要去这个藏地嘛，到西藏，那么，你必须要弘扬、持守，还要护持佛法。尤其呢，你更是要护持这个佛法。那为了护持佛法哦，我有一个教法是绝对必要，对你绝对有用的。所以，如果你有一点金子的话，就给我吧。”所以当时的琼巴身上大概有一些金子吧。总之呢，他就给了这个外道一些金子，他就学了这个叫7日黑法的这个咒术，然后他就继续呢前往这个西藏。当时呢，密勒日巴尊者正在一个地方闭关，叫做扎玛琼林的地方闭关。就在他这个禅修的镜像当中他是看到了惹琼巴。他看到惹琼巴原本就像是发光的一个水晶的一个佛塔般那样的明亮。但是呢，他不是在路中遇到那个外道，学了这种咒术之后呢，这时候呢，尊者就看到这个水晶的佛塔不见了，就转变成一个像旋风般的这种红色的风暴。那尊者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就有一些不安，就大概觉得就知道说啊，这个惹琼巴大概会有一些障碍。所以他就出关，他就到了一个总之到了一个唐巴莫的一个平原，是一个很大的平原。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原啊，据说就是你早上5、6点出发，一直走到晚上5、6点他都走不完这个平原。总之呢，他去迎接惹琼巴嘛，所以尊者跟惹琼巴师徒两人呢，就看到了，哎，他走过来，互相走过来看到了，所以惹琼巴远远看到他那时候，心中就想啊，我从印度求得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教法那尊者密勒日巴上师他来迎接我呢，那这是对我的尊重。那他当然开心也开心
那我上师看到我带着这么珍贵的教法哦，是来迎接我，所以他就升起了傲慢心。那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尊者大概会对我行礼哦，那么弟子也回礼这样子。但是没想到呢，在山坡上两人相遇的时候呢，尊者并没有对他行礼，只是很冷淡的站在那里。那这时候惹松巴就问了，这个他就说上师您身体好吗？那尊者呢就唱了一首道歌回应他。那总之内容就是说我也没什么身体好不好，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瑜伽士修行者。总之这样一个道歌就不细说。接着呢，就是雄巴总之就对上师说，哦，我从印度这次很辛苦带回了这种空行母各种的法门哦，各种的这种灌顶啊口传我都带回来了。呃，请您看看哦，这些法哦，是不是对这个藏地有益？如果有的话呢，那么有利的话，请为这些法本啊进行开光和祈请。总之呢，意思就是说，请他希望他的上师只是对于他所带回来的法表示一些尊重。总之呢，尊者看到这个惹宗巴，反正就非常傲慢。这个人到了印度，带了一些法回来，就傲慢成这个样子。总之呢，他就唱了一首这个破除惹琼巴傲慢的这个道歌。唱完之后呢，尊者就把那个惹琼巴的那个经书哦，还有那些包袱嘛，一个经书的包袱，就背在身上，然后就很快的就走了。这个惹琼巴呢追不上，因为他一路才从印度回来嘛，那个路途遥远，他非常的累，所以他也追不上。那尤其尊者他本来身体就很好嘛，那总之呢，他这样子背着包一跑，惹雄巴根本追不上。这时候惹雄巴他心中就想，他对于我从印度带来这些法好像也不怎么感兴趣，也不想要。但是他又带走了我的这个法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这样？就他好像对于我并不是很想要我这个叫法，但是他又背了他，又把他带走了。所以如果我追不上他哦，他会不会把这些法本呢交给不相干的人去了？所以他很担心，他就赶快在后面追追那个密勒日巴。这上师，你等等等等啊，这些是我很辛苦带来的，反正一边追一边在那边，然后呢，总之他也呃在那追哦，总之后来是这个尊者呢也稍微停下来等这个惹琼巴，因为在追的过程中，惹琼巴也唱了一首道歌嘛，所以上师就等待这个惹琼巴听了一会儿他唱的歌，他也唱了一首道歌回给这个惹琼巴，内容啊大意就是说。虽然惹中巴你呢跟地普巴的关系有这个你是有的，但是呢，我尊者我密勒日巴跟地普巴关系可是比你更深厚，比你跟地普巴的关系更深厚的，等等等等，唱了一些。总之他们两人就到了那个平原了，草原上，惹中巴这时候升起了一个恶念。他是所有修行人中他就想
那些修行민人当 참 中 누가 哦， 제외 qab리야 不管 아니 多优秀的， 또 사야 또 매번 짱네 요 말했어 总是会有一些粮食供 당 养。 내가 라만 되라네 진짜게 또 사다 파세 수세래 지 가수에 공다지리아 대세게 사자야부지 我呢，从 한바야부지 印度带回这么多珍 목사야부지 贵的 요 教法， 말했어 连一点点 엔다 招待都没 되었어 有， 배 什么东西都没 유럽에 给我， 세리나 배 오, 是别这么说供 안 养了， 우르디 수에네 배지 可能连一 친구들 碗这 기차 个住宿的这个地方都没有。 유니고 출을 못 주위 뉴스나 상은 징지 소모로 노도 리리차지 친구는 진짜 아니 레고 찔이야 레고 所以他这时候他也 이제 看着尊者的这 나사기 个身体哦，就是变成蓝灰色的嘛，又是非常瘦弱，다 然后 자다 头 봐도 发也 뭐 很凌 투바 乱，然后 투바 作为 인수도 돼 투바 睡觉的 빠네 枕 자다 头就 봐도 用他 맞제 的 막성 头发做枕头啊，一件棉衣 당원에 哦，就这样度 레니 过一 바지라 生。 줍도 구민 다 샤바딘데 인지 말아봤다 미지 아르바제 레니 장부 这个菜米鸡你记了，俺土豆个名他就是大小，想到说，那个这样子的你马上样子的人，上上去，我真的是没这个见过。那么多他就看着马上弥勒日巴的给咱样子哦，过多三总之他万块没几个就想说，下去了吧？搞得咱不可你能过这样平民，子业家俺那障深重，搞来修建看起来这么的学堂可怜的啊里，一个人，转的了呀，会被等那称为是这成就这个者吧？亚西达嘛那，得了就让给建总个亚之就是古西达的因为他给很没收钱，傲慢嘛，然后弄不那个多是蛮多首弄先弥勒到的是，日巴又那边对印刷的他很过多冷淡，审判，然多后这所以他这时候又很马难过，迭查了吧？加上又累哎，又什第一个，么的，这里下有的所啥？我以就什么就开始在那边不见不胡思乱想，见钱呢？啊，然年了，后那么这看这人他呢是吧？就想说，我不嘞，我这个上司他张我他他什么给真的是个你这成就土豆个名者吗？大下吧？今天你马上哇什么什么去？你他会不这个能帮会就你不见了？只是一个今天这里啊，路真的路像乞丐，然后被别人误以为是成就路者呢？那边给，哪总之他个嘞啊？他就在那边胡思乱哎，想。压个啊就是年多，就在这个压个啊就是时候呢，年第他很三年，意外的我得发现，诶，怎么旁边有一兄弟，只这个牦牛的角，就是那个头上长角那个角哦。米科维给 Norte 科维推起用个的这些，然后这时候上师就弥勒日巴尊者就说：“孩子啊，去怕亲戚压个拉住的给你，他就告诉他说，这仁兄爸，就像一句话说，持有这种不需要的财物，到需要的时候就会用上的，你就带着这个牦牛角吧。”有熊妈听了就想说，奇怪，我这个上司，但是没事，平时他都说他什么都不要，但怎么这时候又要我带着牦牛呢？他真的就像是俗话所说的，这个狗老了，这个脾气变大；人老了，是不是贪欲也变大？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哦。所以说是吧，就这样形容在那边碎碎念了。总之，他就问了，他就说，到底这牦牛角有什么用啊？我们又不能吃它，也不能穿它，干嘛带着？把它丢了吧。尊者就说：孩子，这个小东西又不会是多大的这个，没什么压力，你就带着。总之之后需要的时候会有用的。反正惹琼巴他就是不想带着这个牦牛角吧。惹琼巴所以拿着走一会儿之后，他就说：“我觉得这不需要带着吧。”又在那边碎碎念。然后上司就说：“你再带着一会儿吧。”就在他们这样子行走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呢，天空中就有乌云聚集，然后呢就降下这个冰雹，像鸡蛋大小那样的冰雹，就突然的这个样子。这时候惹琼巴赶快到处四处逃嘛，然后他就把这个牦牛角也丢到一边，然后就开始逃跑。但是呢，这时候跑到哪都没用啊，没有躲的地方嘛，他就只好把头蒙起来，就总是躲，就用衣服盖着吧，这样蒙着头躲起来。那这时候他就发现说，这个上师也不知道去哪了，看不到尊者跑到哪去了。所以当这个冰雹稍微变小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四处去找尊者，他到底在哪里？就找半天呢，完全找不到，看不到人影。
那这时候呢，惹熊八就突然 Rupi jati khane 听到 chagi 这个有人在唱道 seyo 歌， yusane 有这个歌 ya 声， raju ki zane chagi yeban chabachi 他就靠近听哪里发 desir 出来的声 le 音。 yusane 哦， ya 他就 raju 是 ki zane 怎么 ma 哎 yusane 从牦牛角那里传过 o 来。 ya raju di nanglo ne be raju chagi yeban chabachi tenje chigi nangwa shar che dan di khande ina sam che ne lamsang resume bi ya raju di ya 那所以 sane 这 ya 时候他想这怎么 lam 回 do 事啊？ lan di 他就 sane ya 想 raju 要 di 拿起这个牦 ba 牛 de 角， do ne ji chi jin 但 jingwa 是呢，这 so 个 chi 牦牛 shane 角呢，就 ane 像 ga 是 len tu 粘在这个岩石 len 上 tu 一样啊，根本拿不起来。但你肯定呢，上家南山红毡把杀了碰你，压个然就挺那难带到，他想到底带这怎么就杀了，回事，他就只压个好趴在然就把它地上切了毛去，去看那个牛角。几斤结果他出了发现呢，毛看，这个牛角没有变大，挺难的，然后尊压个者也没有然就这么变小。这么的差不需要了吧，早晚的bom不的需要了吧，这么差些差么也是的确了呀，哎呢，这用不可是，那么就是他就别就的，发现呢，原来学过的尊者嘛就头就头的，身体就在那个牦牛就角的要的要那个个这边，空间里面，而且呢，要个这边，还在那个那么俺说狭这么小的那个在学空间里要的是，面呢，俺这么他在在这，做这呢。种金刚瑜，resume 吧的呀，就是那各种的瑜不是说的，伽术哦。不是说的，听他多多的看来是啦。然后总之那时候 resume 吧，尊者就叫人在里面打继续的，唱道歌，上面上面他就通不过，唱了一首道歌，上面马不内多是，容主要是什么呢？哎，叫人光就说惹别唱不兄爸，塞不也你的别说了吧，见解呢，唱不塞不没别说了吧，有的时候叫很高人给这吧深，的有的时唱唱的候呢的，很低。略略音别说了，唱的这个音别说了，禅修你有时候叫人毛清晰，有时候都不是，模糊，你的行为有时候点缓慢，点名是，有时候又匆忙。当俺这个呀我呢，呀，现在在这个然后他牦牛角啥的了呀，俺得的。非常细小的这个地压方，根儿就不是的，反正啥子钱都是你呢叫人进来吧。来学是，的，来哪里呢？俺就带路是，牦牛角前面不是比较送路，宽大那个地方，你就进来这里人吧。兄弟啊，俺了拉不的，拿了去个越南面的大姐，拉不的有跟啥呢？时候吧，那这时候是试着看他手背拉回能不能够拉过，可放进去，能拿了马塔来是，但是根他的本跟这呢，上就光哈的是来着，拉根上啊，本说话得不多，别那么说整个手说话背了，得不了，那个连我的下手坡的前面都得的进不去。说话得比三，俺他就去呢，心想，这到底那么就是怎么回事啊？压个就他就拿唱了一拿了呢，首齐秦的道歌。出去了两片。这哎呢，时候呢，上师尊可是者才从牦拿牛角中过来呀的，谁出来哦，之前不打而且他拉萨，就向天空就这你就么不值得望了一眼，就知道了吧？然后这就不值时候得叫你乌云呢买不下去，就散就不开了，怎么怕听你，然后你们阳光呢查那么明媚，下雨的是，但你们查那么下雨的啥？哎，那不上等于被那时就然后上面的这时候他们两晒嘞，个人那日就把中被那时衣服被晒嘞，晾干，等你被乱把那么讲查掉了吧？哦，因为那点之前那个那个太贵的是杠的，主要是惹那多熊巴那个是的，衣服都学过的是，湿了嘛，不要所以他就晾干衣现在他服之后，的师徒两人就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哦，日这是中不光。他们的一个故事。都是那么了呀，那么多年不见，俺改不影响。所以可以看到，但可当时的能都是热衷吧，压个是吧？那大压就的看来是是对于那好的，上师有这样子那么的这集中的，种傲慢之塞了八心哦。万的，那么集中的，塞了八难意思了吧？现在我想那光大个冰雹大家改不概就是尊上个皮，者下的，干啥？要降送不了服这个热的衷吧的这个傲慢。萝卜难切呢，打工干说嘛？得吃了吧？干啥？俺给叫了，说吧，你拿了吧？但这几个谁嘛嘞？这日中别那当然忙不了的，这拉面呃，干家的，热衷吧的送不了的故事技其实很术啊，就精彩哦，俺这不些，他不就这么一俺这些次哦，这忙不了，个生气俺这是傲慢，或者送俺的呀，说违背切的呀，上司的这对的，个命令，忙不了的。很我的多次。给说的这些喊他，他说这听这个，他说拉面干了么子影响，靠通讯永久什么的，可能呀公安忙不车呗，路有忙他需要的，那咱们得什么花钱？那说。大把这地都是上不下想这个么着，好的，这当那大概今路天呢就讲忙不需到这里，要多的呢，大等都是上不下想这个么着，本来还忙不准备了下手，蛮多内那是。容哦。好的，就讲到这里。